请问，人咧讲掠什么工，衰三冬，掠什么母，衰真久，这是搁讲什么款的动物？是 A. 狗 B. 猴 C. 蛇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掠，那是 A 是掠狗公刚衰三冬，掠狗母衰真久。对，啊那 B 是猴应该是高。掠猴公，衰三冬，掠猴母衰真久。掠狗，掠蛇公，掠狗公，掠猴公。我觉得是高哎，怎么办？嘿高母、蛇母，哦，你刚刚是，你刚刚是啥？高抓狗应该是无可能啦。为什么？啊，你就抓吧，抓无啥人咧掠狗的啊，抓掠狗是现代咧掠的。掠狗啊！以前应该是掠蛇才有可能，哦掠蛇才有可能。来来来啊，第二个迄个动物较少看，较少看。所以应该是这是俗语，应该是较常看到的动物。掠蛇。是。所以是我的答案就是 C，掠蛇。你有家己真正咧讲啊？确定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这里，蛇对唔对不对？对？诶，对。注意哦你若对就赢咯，8000哦。你若赢就冰盘。你今日搁问日本人啊？ B，哎哎呦，哎，确定吗？哦，确定。你讲拢没有多的， B 哦。你确定啊？好对啊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好对唔对？好。我想要加问，来可以得到8000咯。你乱乱摇的吼，你知影？哎我唔知。啊，你唔知个 B？好，好这种动物吼，伊若出现的是拢两只同齐出现，一只公一只母的。啊，以前的人感觉讲无应该甲因拍散，所以你若去掠公的，啊，你母的就变孤单嘛，啊，你若母的公的就变孤单嘛，所以咱就建议讲，莫安尼共掠。哦，你若要掠一对，啊，莫掠一只。哦，你若掠后公，你会衰三冬；你若掠后母，会衰真久。所以建议讲人莫掠。啊，这种动物其实即摆也有啦吼。有哦，伊迄个形吼，就是身躯圆圆，啊有一支尾尖尖哦，啊咱有一个物件叫做后脚啦。好看啦，较早迄后脚的形就是像迄个形啦。用迄个好的。嘿，就是咧较水用的啦。对对。啊，咱即马有专门人咧栽培这因伊的花吼，真值钱，会当去做一寡啊，会当医学的物件。医学的物件，会当救人的物件。